大家好，今晚由廖正文同顛當仲有阿贊同你睇天氣。受一股活躍嘅偏南氣流影響，本港天氣持續唔穩定。天文台一度發出黃色暴雨警告，本港廣泛地區有超過30毫米嘅雨量。唔知聽日仲會唔會落雨呢？一齊睇下顛當嘅預測。唔該晒，顛當預測聽日咧會係多雲，初時雨勢較大，同埋有狂風雷暴。市區氣溫咧介乎18至到24度，相對濕度咧就介乎65%至到95%。咁跟住睇下未來幾日嘅天氣啦。一股偏東嘅氣流咧會喺下週初影響華南沿岸，該區嘅雲量咧會增多，仍然會有陣雨同埋狂風雷暴。氣溫咧介乎16至到21度。咁跟住睇下華南地區嘅天氣啦。澳門、深圳都有雨，而廣州咧就會係多雲，東莞就天陰。4個城市嘅氣溫咧介乎14至到22度。另外4個華南城市嘅天氣方面，珠海咧會係有雨，中山、韶關都係多雲，佛山就天陰，氣溫咧介乎11至到22度。最後睇埋4個主要城市嘅天氣。北京、天津都係天晴，上海天陰，成都有雲。北京最低嘅氣溫咧得2度。今晚顛當天氣預報咧就講到呢一度先，聽日再見，拜拜。